香港人口老化，咪以為只有老人家先一身病痛，而家中年人甚至年輕人都唔少人周身骨痛，過度用力或者姿勢不當，肩頸背枕住痛，手踭內外側疼痛，急慢性腰痛、膝痛，屁股大腿外側到腳面一條線麻痹刺痛，多數就係坐骨神經受壓，仲有痛風、腳踭痛、周身遊走痛、頭痛頭暈，痛嘅地方實在太多，你避得邊一樣？痛症有得醫，中醫村痛症治療，針對唔同嘅痛症，有唔同嘅綜合方案。中醫村中醫團隊擅長毫針通經絡、溫針艾灸驅寒濕、火罐拔走邪氣、手罐重塑筋膜、手法推拿正骨柔筋、辨證開方調氣血根本，標本同治斷痛根。立即打電話俾我哋或者 WhatsApp 預約，同自己痛症講拜拜。中醫村以精誠為專。